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就是之前呢所讲述就是问题的部分，那就是提到说第二题呢提到说一呢有哪几种分类？那这边呢就是上一堂课呢就是之前呢人文切有讲到说就是一呢又分为就是10种，那10种呢就提到说就是那我们就知道上一堂课就是人文切讲的那个次序呢，我们就把它就是重新顺一遍，那就是讲到说就是繁体一，还有直一、自性一、体性一、同性一、繁体同类一、直同类一、陈注一、陈注同值一，还有官代实、近、质性、陈述同值一，那分为这10，就是一的分类呢，可以分为这10种。那我们呢，就是先解释第一个呢。那第一个提到说繁体一，那繁体一呢和一呢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就是繁体一就是我们所讲述的一。那所谓的一呢，就是依着就是法争论师呢，他在适量论里面有提到说什么叫做一呢？就是说一就是它不会现起不同的异共相的这一种呢，称之为是一。不会现起不同异共相的这种称之为是一。那这个呢是在适量论里面的解释。那我们在学习社类学的时候呢，最主要讲述到一的时候是提到说声和义，就声音和意义两者呢是完全一样的这种呢叫做一。那就以无常和事物来说的话呢，虽然说呢它的义呢或者说它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因为只要是无常呢它就一定会是事物，那只要是事物呢它就一定会是无常，它的意思呢虽然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无常和事物两者的声音呢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听到无常这个声音的时候呢，跟听到事物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是会现起不同样的东西，它的声音是不同的缘故，虽然说它的意义一样，但是它的声音呢是不一样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无常呢和事物呢把它说之为是一。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一的意思，或者说讲述繁体一的时候呢，就是像是在社会学所讲到的，它的声义二者呢是完全一样，或者说是如同在适量论里面所讲到的，它不会现起不同的异共相，那只要符合呢这些条件的话呢，那它就是属于一，也是繁体一。那我们就附带的呢就一起讲述，就是那关于繁体一呢，它反过来说的话呢，就是繁体相异，那也就是呢异的部分。那我们刚刚呢讲说，你要是繁体一，它就一定会是一。那既然是一的话呢，它的声音还有它的意义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所以反过来说呢，它只要声音和意义呢有一者呢不是完全一样的呢，就它声音二者呢有一者呢不一样的话，就算它意义一样，但是声音不一样的话呢，那它呢也是属于繁体相异，或者说呢也是属于相异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体性一的部分。那所谓的体性一呢，什么叫做体性一？比如说我们会讲到说呢，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二者呢，它是属于体性一的。因为呢，瓶子之上的无常呢，它跟瓶子之上的所作性二者呢，它是在体系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缘故呢，所以它们二者呢称之为是体性一。那这是第一个呢，就是体性一的解释。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瓶子和事物二者呢是体性一的。为什么说瓶子和事物二者呢是体性一的呢？因为能够成为瓶子的因呢，除此之外也没有另外一个能够成为瓶子之上的事物的因的东西，所以就可以提到说瓶子和事物二者呢它也是体性一的。那第三者呢解释为体性一的呢，我们就讲到说像是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性，就是能够成为瓶子之上无常的因和能够成为瓶子之上的所作性二者的因呢是无二无别的缘故呢，所以把二者呢就是瓶子之上的无常和瓶子之上的所作呢称之为是体性一。所以呢，这边呢就是讲到说是体性一的部分。那同样呢，体性一、自性一还有同性一三者呢，它是同义的。只要是体性一的话，这两个东西呢，只要是体性一的话呢，那这两个东西它一定会是自性一还有同性一。那这个呢就是大家要了解的。那接下来就讲到说直一的部分。
那直一呢跟上面三者呢又有稍微的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提到说，如果这两个东西呢要是直一的话呢，那这两个东西它一定要是属于无常法类，就像说是瓶子和事物，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一定要是无常法的话呢，这两个东西要都是无常法，那它两者只要是成立，这两者是直一的话呢，那这两者它同样就会是直一、自性一、体性一以及同性一。所以呢，差别就在于说，如果要是直一的话呢，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是属于无常法。那如果说一个常法，一个无常法，这两个东西如果说它们两个的关系是属于自性一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两个东西它也是自性一、体性一、同性一。但是这两者呢，并不会成为直一，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刚刚讲到的，直一呢，它一定呢，这两者都要是属于无常法。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是直一的话呢，二者一定要是属于直成立。那既然是直成立的话呢，就表示说它一定要是属于有为法的部分。所以就讲到说，如果是直一，这两个都是无常法的话，无常法类的话，这两者是无常法，那这两者又具备直一的关系的话，那它同时就是直一、自性一、体性一跟同性一。但是如果说这两者呢，它并一者是常法，一者是无常法的话呢，那它这两者是自性一的话，只会成为自性一、体性一跟同性一，并没有办法成为直一。那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提到说呢，之后有个问题提到说，直一呢和体性一的差别在哪里？那我们可以知道说，直一呢和体性一二者呢是属于三字形的关系，就是说只要是直一的话呢，它一定呢会是自性一、体性一也是同性一，但是呢是自性一、体性一跟同性一的话呢，它不一定呢会是直一。就像是说我们说常法和所知二者呢，他们是自性一、体性一、同性一，但是这两者呢并不属于直一。那这里就解释到了就讲述到了说直一和体性一呢，二者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具备三句型。那这边呢，就接下来就是我们再讲详细一点，就是直一呢有什么特色呢？就是要符合直一的时候呢，又有提到说现前在显现的时候呢，对于这两者的值呢，并不会个别的显现。什么叫做说这两者的值不会个别的显现呢？就是说当我们的眼视呢圆到瓶子的时候呢，对于说瓶子和瓶子之上的事物的时候，在圆着它的时候，只会圆着说它是同一值之外，就是说它并不会个别显现，你并不会说显现一个瓶子，然后又显现一个事物。虽然说有人会觉得说，哦，瓶子和事物呢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它应该要个别的显现。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个别的显现呢，并不是说提到说相异的这种显现，而是在提到说体性直一的这种显现的方式，就是说只在现前它在显现这一物体的时候呢，对于它之上的这些，比如说瓶子，在显现瓶子的时候呢，对于瓶子和瓶子之上的事物，它并不会个别显现的缘故呢，所以也可以把这二者呢判为说它是直一。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第六个，那繁体同类一。那什么叫做繁体同类一呢？繁体同类一就提到说，当我们了知了这一物之后呢，那你不需要再透由别人跟你讲述，你在看到相同的物体的时候呢，你能够自然而然呢就现起说，哦，这个东西呢，就是之前我所认知到的这个物体。就比如说像说我们一开始呢从来没有见过马的一个人，那他前面呢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呢，然后就跟他说，哦，这个呢叫做马。看到白马的时候，你跟他说，哦，这个叫做马，这种动物呢叫做马，然后这个呢是白马。那他在理解了马之后呢，那同样虽然说他这一次呢他只有看到白马而已，但是之后呢他看到黑马的时候，并不需要别人再去跟他解释说，哦，这个叫做黑马，或者说这个是红马，这个是什么什么马的时候，他因为已经理解到什么是马的时候，那虽然说他这一次只有看到白马，但是之后他看到黑马或是红马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能够现起来说，哦，这个东西是马。那这种状况呢，就属于是繁体同类一。那我们在举事例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像是黑白马，就是黑马和白马，或者说是大小马，或是大马跟小马。但是你看到一匹比较大的马，你跟他说，哦，这个是马的时候，那他后来看到同类的比较小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呢是小马。那这种呢，就是属于繁体同类一，就是你在认识一法之后呢，那对于说和它
同类的东西，你看到你自然而然不需要别人再跟你讲，你就能够升起同样的认知，这种呢就叫做繁体同类一。那所以这堂课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对于一呢有10种不同的分类。那前面6种呢，就是繁体一、直一、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还有繁体同类一的意思呢，我们已经解释完了。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是继续从后面的直同类一、成柱一、成柱同质一，还有关带实境质性成柱同质一的部分呢，那我们继续的就是详细的说明。